你有冇諗過，全世界最大嘅酒店帝國之一，竟然一間酒店都冇？冇大堂，冇前台，冇房卡，但係全球幾十億人用過佢哋嘅服務。而呢一個瘋狂嘅故事，就係誕生喺三藩市灣區。要講呢個故事，時間軸要推返去2007年講起。三藩市係一個創意爆炸嘅地方，但係租金亦都爆升得好快。兩個設計師室友 Brian 同埋 Joe 就快交唔起租啦。喺呢個時候，城裏邊有一個大型嘅設計展覽會，但係酒店房一房難求，全部爆滿。呢個時候，佢哋諗到一個勁癲嘅方法，佢哋直接清咗個客廳，吹起咗3個充氣床墊，仲整埋早餐添，然後上網招租。佢係咁講嘅，不如過嚟我屋企住啊！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個客廳一夜之間變成一盤生意。佢哋叫呢一個概念做 Air Bed and Breakfast， 聽落去好似好笑咁喎，但係呢個玩笑就係開始改變咗呢一個世界。不過故事最精彩嘅一頁係佢哋一開始就失敗。網站整好咗啦，佢哋以為會爆紅，點知幾乎冇人用。有時一晚得1、2張單，有時仲聽到烏鴉聲，靜到一張單都冇。去揾投資者，得到嘅唔係錢，係笑聲。你叫人住喺一個陌生人嘅屋企，你係咪黐線㗎？錢呢就嚟燒晒啦，信用卡呢就碌到爆晒，租金嘅壓力仍然壓到你哋唞唔到氣啊！公司差到嘅情況係將會執笠，呢一個時候就出現咗夠窮法則，只要夠窮就會轉㗎啦。關鍵嘅轉捩點就喺2008年美國大選，全世界講政治，而 Brian 同埋 Joe 竟然唔搞科技，佢哋走咗去搞麥皮。係啊，冇聽錯，我冇講錯，係賣麥皮救公司啊！佢哋整咗2款限量早餐 ，Obama Oats 同埋 Cap and McCain， 荒謬到你唔信啊！但係就係呢啲土炮至極嘅玩法，竟然係籌到幾萬蚊美金，救翻公司一命。呢一刻你會明白㗎啦，創意唔係講型嘅。係講如何轉陣，生存之道最緊要。之後仲遇到技術拍檔 Nathan 加入咗客廳出租，正式升級成為平台。佢哋提出咗一個顛覆世界嘅問題：如果人人都可以做房東，如果每一間屋都可以成為目的地，而呢一個名字就係叫做 Airbnb。到今日 Airbnb 遍佈咗22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，有500萬以上嘅房東，累積超過20億次嘅入住。嚟到2026年初，市值已經去到800億美元嘅級別，由一個交租交到崩潰嘅客廳變成全球信任嘅網絡。所以你要記住，世界最好住嘅地方未必係酒店。